梨園中幾多高手，落選家應要否？做大戲好過後，小心花旦派斗，入會去做票，是否一票難求？行過欲過，成敗已分最後。來回首，羅家英高調否？龍冠天揮低對手。粵劇界山水最頭，大家加油！伴着家英光明傳，十匹孤軍去守。編劇家去麻州，鹹金吉心中潤喉，怒火縱笑，誰有理解背後？為什麼把口唔收？歐文諷幾咁嬲，或是以充斥恨仇，心中鬱結構，是非非堅定留， YouTube 影片去搜。歡迎大家嚟到苗疆愛填詞，請俾個 like 留個言 share 我嘅片，同時可以免費訂閱我嘅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，咁我有新片就會通知大家噶啦。由於 YouTube 對二次創作嘅規限，我呢個 channel 舊曲新詞創作嘅模式要生存其實好困難，換句話講係唔能夠透過廣告獲取任何嘅利潤，而 Superfans 亦都被停止使用。如果大家想支持我呢個 channel 嘅，可以用 PayMe 或者支付寶掃一掃 QR code， 亦都可以經銀行過數。我嘅動力有賴你哋嘅支持。